溫馨小提示：喐定喐，量力而為，冇病冇痛先至喐啊！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網上老友健體樂127日嘅，我係健體教育家張日龍。嗱，我哋咧好開心啦，我哋可以一齊做運動咁多日，我哋亦都咧正式咧踏入咧第19個星期噶啦。我哋呢個禮拜咧會做啲乜嘢咧？各位有啲朋友咧就即係好期待嘅，就係做一個腰同背嘅OK 腰背，因為咧好多朋友咧佢都話阿 Sir， 我成日都有啲腰痛啊嗰啲情況，有冇一啲伸展係啱大家嘅咧 ？OK， 今個禮拜咧我哋就係做呢個腰背伸展操嘅 OK 嗱，所以咧大家咧都係最重要一樣嘢，記得着好你嘅運動衫褲鞋啦同時間咧準備好你嘅凳嗱，我哋準備嘅啦 OK 嗱。啱啱入嚟嘅朋友得嘛？記得同我 say 個 hello， 然之後將呢一個 podcast 咧 share 出去。我哋即刻睇下有乜嘢準備嘅事項先嚇。Hello 各位，大家早晨。Hello Kevin，Hello Yuki，Hello 旭芳，Hello 金玉，各位早晨，出聲啊早晨。嗱，我哋咧既然咧今次咧我哋呢個星期啦。會做呢個腰背啦，嗱腰背咧，我哋咧都會稍後會再細分，可能有上腰背同下腰背嘅，而係咧喺我哋做嘅整個過程咧，記住一個責任啦，我一定要將呢個責任包翻俾大家嘅，就係你嘅平衡因為咧我係睇唔到只有你自己可以為自己負責呢一樣嘢嘅，得唔得？所以咧你一定要腳踏實地啦，你張凳要穩陣啦，同時間咧。長時間都係㗎啦，大部分除咗一啲特別嘅動作之外啦，我哋兩邊嘅 pat 咧都必須掂住張凳嘅。好啦，喺我哋做嘅過程裏面，記得要呼吸啦。嗱，因為咧下腰背有少少特別嘅地方嘅，就係可能你以前有一啲嘢舊患嘅，係咪或者咧你本身就已經係有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嘅，我好理解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個責任咧，係屬於自己嘅。唔屬於任何人嘅。如果你做到某一啲嘅動作嘅時候，你覺得好似有啲痛喎，嗱我講嘅係真係痛喎，唔係扯喎。咁咧，你應該咧嗰個動作咧暫時唔好做住，或者咧係將嗰個幅度或者個力度大大咁樣降低50%，甚至咧係好輕微，只係喐啲啲嘅啫。拜託啦，各位，好冇？嗱，呢個咧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如果你痛同伸展咧，你必須係要分開兩種感覺嘅。OK，嗱，呢個今日特別會講多少少呢個部分。好啦，咁當然啦，喺我哋做嘅所有動作咧，既然係伸展咧，記得千祈唔好錯，因為咧大家嘅下腰背咧喺我哋普遍亞洲人嚟講咧都好緊嘅。得唔得？所以咧，我哋咧有一個牽拉，有一個扯住嘅感覺，一個拉，即係拉住咧伸展啦，或者有啲人叫做拉筋嘅感覺都可以我哋有呢種感覺就得㗎啦。OK， 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有啲想回氣嘅情況咧，記得揈揈手、韌韌腳。而如果你真係有一啲今日唔係咁舒服嘅時候咧，休息過後先至一齊做啦，好冇？咁我哋事不宜遲咯，我哋正式進入我哋今日嘅腰背伸展操啦 ，OK，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網上老友健體樂127日嘅，我係健體教育家張阿龍，我哋今日咧會做咧呢個腰背伸展操嘅。嗱，雖然咧會係腰背伸展操，但係喺做伸展咧，其實我哋都會有熱身嘅，好嘛 ？OK， 好啦，嚟啦，揈揈手，韌韌腳先，1、2、3、4、5、6、7、8、9、0，膊頭轉向後，1、2、3、4、5、6、7、8、9、0，手掌向前，手掌向後，向前，向後，
前後前後，3、2、4、2、5、2、6、2、7、2、8、2、9、2、0、2。係啊，有啲同學咧好精明嘅，即刻咧已經見到我隻手咧，我唔係垂直地下噶啦嚇，我係同膝頭哥嘅高度一樣。好啦，繼續揈手上1、2、3、4、5、6、7、8、9、0。好啦，夾埋嚟個手踭，非常好，打開夾埋嚟，打開夾埋嚟。我哋唔好去咁盡住嚇，我哋咧只係咧簡單喐一喐個膊頭啫。3、2、4、2、5、2、6、2、7、2、8、2、9、2、0、2。好啦，呢一隻手好得閒嘅，拱掌，將呢一隻手咧嗱，小心你啲指甲啊嚇，或者你戒指搭住你個膊頭。好啦，搭住你個膊頭之後咧，呢3隻手指咧特別嘅，即係發誓嗰3隻手咧貼近你條頸，貼近，跟住坐翻直喎。好啦，呢個時候咧俾少少力，好似咧托即係搲住啲嘢咁樣向下，少少向下嘅力。好啦，呢一隻手好得閒噶，而家係咪？好啦，轉過嚟，打開，轉過嚟，打開。3、2、4、2、5、2、6、2、7、2、8、2、9、2、0、2。好啦，再垂直垂低你隻手，轉膊頭向後。咦，阿 Sir， 咁呢個同我哋平時轉有冇唔同啊？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你應該而家撳住嗰個位咧，就係你斜方肌嗰啲位置嚟嘅嚇。咁你而家一轉咧，一放鬆咧，你個膊頭，你而家係感覺到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拎起嘅時候個膊頭硬啲嘅，係唔係？係啊，好啦，放落去嘅時候個膊頭咧係軟啲嘅。嗱，我希望大家分到最基本分到呢樣嘢。咁喺我哋正常日後所有做呢啲動作咧，當你唔用力嘅時候咧，你嗰嚿膊頭嗰嚿肉咧最好都係軟腍腍會好啲嘅。越硬就越唔好啊！好，另外一邊一樣嘅啊，發細手。咁當然你隻手指公可以擺喺側邊嘅，其實唔好阻嘅。但係咧，我哋貼緊咧，我哋條頸嗱，因為我有個咪喺度啦，咁我要就一就啦啊。好啦，一樣嘅拎起嗱，隻手咧係微曲嘅，2、2、3、2、4、2、5、2、6、2、7、2、8、2、9、2、0、2。好啦，垂直隻手，轉個膊頭向後，1、2、3、4。記住，我哋咧唔會有突然間咧有一下挫上去，冇。6、7、8、9、0。OK， 好，放鬆一下。嗱，我哋今日咧做一個咧好得意嘅嚇，應該咧我估好多朋友都冇做過嘅呢個動作咧。我一陣稍後先講嗰個因由，好冇？嗱，好簡單嘅啫，大家咧攞一隻手指出嚟先。OK， 今日只會做呢個動作咧，喺今日即係呢個禮拜只會做一次嘅啫。嗱，我一陣會解釋一下嘅。好，攞一隻手指出嚟，我咧。大家應該咧係可以望到你嘅兩隻眼啦，望住你嘅食指啦，可以嚇，要望到嘅嚇，即係聚焦到嘅。好啦，然之後咧單眼，好啦，單眼嘅時候咧攞埋另外一隻手出嚟，都係一隻手指。好啦，呢一邊咧，首先第一隻手指咧係對住你。嗱，如果你係左邊嘅就左邊啦，對住你左邊嘅眼睛。好啦，單眼嘅時候咧，你打開隻手嘅時候咧，你隻單眼嘅時候，你仲隱約見到另一隻手指嘅。好啦，嗱，其實咧而家我自己咧對正我自己係左邊，得唔得啊？當我做呢一個嘅時候咧，我一陣間會再同大家講嘅。嗱，我想你而家感受下右邊咧，如果你有啲腰背痛嘅朋友咧，你可以感受下右邊嘅，哇，你係有幾痛咁樣。好啦。
好啦，跟住你兩隻眼打開，嗱，兩隻眼同時間，你要望住咩咧？望住你手指嚇，有啲聚焦會見到嘅嚇。好啦，另外一隻手做咩咧？見到嘅另一隻手指係咪？唔係另一隻手見到，即係單眼嘅時候見到另一隻。好啦，而家兩隻眼望住咧，喺你正前方嗰隻手指。嗱，要好專心㗎啦呢個動作。好啦，然之後個頭唔使點樣喐㗎啦，眼睛做嘢，望另一隻手指，跟住再翻嚟。嗱，我俾個名佢先，一隻咧叫做正手，一隻叫副手，好冇？正手就喺你正前方下。好，嚟咯，正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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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隻眼要望嘅，你真係要望到聚焦嗰點㗎。OK， 7、2、8、2、9、2、0、2、1、2、2、2、3、2、4、2、5、2、6、2、7、2、8、2、9、2、0、2。OK， 好，或者你隻手有少少攰嘅，係咪？好正常嘅，揈隻手揞腳先。我想你而家即刻感受下，如果你係右邊，嗱，我講係右邊咧，即係話你嘅脊椎右邊係有痛嘅話咧，你而家再感受下頭先嗰種痛，仲喺咪度？嗱，我會同大家做晒左右嘅，不過我更加會一次過先至做左邊。嗱，當我哋咧，我哋嘅人咧個好得意嘅，我哋左邊腦咧就管理我哋右邊身嘅，得唔得先 ？OK， 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右邊身嗰個腰嗰個位痛咧，頭先咧你應該感受到啲乜嘢咧？嚇，感受到咧，咦嗰邊係會有啲嘢唔同咗嘅。咁我哋再有一個進階嘅方法，我今日咧係即係特意咧係送俾大家嘅，即係呢一個咧係利用我哋一啲個腦袋誤以為痛楚嘅情況下咧，嗱有一個情況係誤以為痛楚嘅，咁所以咧呢個動作本身咧係可以咧係減輕咗嗰個痛嘅。OK， 咁我仲有個進階嘅方法，大家想唔想知啊？好，嗱嚟咯，一模一樣做嘅嘢。嗱，我而家淨係做，記住我而家咧左手喺我正前方嘅。咁有啲同學咧，或者你話好攰喎呢個位，咁點咧？你可以調轉隻手嘅，手踭都係曲嘅。總之我哋嘅目標係望住一點，得唔得？另外隻手一樣。好啦，呢個進階方法有咩唔同咧？我哋而家係右邊痛，咁我哋就做左手。我哋將條脷係啦，你條脷頂住左邊，嗱全程頂住左邊。我哋做嘅嘢完全一樣嘅。嗱，其實咁樣又得，手指就冇乜所謂噶啦。總之你望住一點，好嘛？好啦，咁我做翻最原始嗰個啦，一樣單眼嘅時候兩隻手指都望到嘅。好啦，然之後咧擘翻開兩隻眼，將條脷頂去左邊，全程頂住，跟住都係左右望。我哋咧來回做20次。好啦，準備1。嗱，我唔講噶啦，keep 自己嘅 time 好冇？因為我頂住咧條脷咧，我講唔到嘢嘅。好，準備1、2、3開始。好嗱，我就做完啦。我俾多少少時間大家完成埋佢先，因為個個人咧做嘅時間係唔同嘅。好啦，當你做完之後咧，你再感受一下有冇唔同嗱。你歡迎大家梗係喺留言嗰度咧話翻俾我聽。啱啱用嘅方法咧係一啲神經科學嘅科學家啦去研究出嚟嘅。咁我哋咧透過咧頭先咧啲好簡單嘅動作咧，去訓練翻我哋個腦袋，去將一啲唔係真正嘅痛咧，係去搞掂佢嘅，得唔得？減低先嘅。好啦，你自己去感覺下。咁我哋咧希望咧，大家可以咧呢個方法咧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好痛咧，有啲朋友咧，你可以透過頭先個方法係練習
去訓練你個腦袋咧，係將一個即係痛嘅一個感覺嗰個傳遞咧係舒緩咗佢嘅。咁我希望咧，我想做埋另外一邊喎，因為啲朋友咧係左邊痛嘅，係咪？咁嗱，我呢個咧我就唔會講咁多噶啦，我就會直接做嘅。咁樣做嘅過程，記住大家都要記得呼吸嘅，得嘛？好，揈揈手，硬腳嚟咯。首先咧，第一個步驟就係而家我當啦，我假設咧嗱。有啲朋友話我兩邊都痛，咁你兩邊都可以做嘅。如果你話單邊痛咧，記住做對家，得嘛？好啦，正手擺喺前邊，單眼我要正前方而家呢隻係我嘅右手，而家假設係我左邊痛，好嘛？好啦，我望到佢，跟住我擺隻手出嚟，另一隻手指啱啱咧，我仲可以肉眼單眼嘅時候，仲見到另一隻手指嘅。好啦，跟住打翻開。我哋來回20次咯，記得眼咧係望指甲嗰個位置咧係有聚焦嘅，即係望得清楚嘅。好，嚟準備20下，準備1、2、3， 1、2、2、2、3、2、4、2、5、2、6、2、7、2、8、2、9、2、0、2、1、2、2、2、3、2、4、2、5、2、6、2、7、2、8、2、9、2、0、2 ，OK， 垂一垂手，揈揈手，摁摁腳。我哋做多一次嘅，今次咧條脷咧頂埋個右邊喎。阿 Sir 咁圓嘅一樣嘢，有好多嘢咧，其實我哋都係要保持住一種學習嘅心態嘅，因為呢個世界好大，好多方法。OK， 嗱嚟咯，我哋做埋呢一個咧。我哋就會做一啲做多少少熱身，我哋就會再做個下腰背嘅。嗱，記住呢個咧係喺你個腦袋裡面做嘢嘅，得唔得？我哋唔喺肌肉上面做嘢，係你喺你個腦裡面去做一啲嘅行為，做一啲嘅訓練，去訓練我哋嘅神經系統嘅。呢一個咧係如果你今日有睇呢一集咧係好值錢嘅，所以 OK 嗱，出去學。呢一樣嘢有朋友問出去學呢樣嘢幾多？我淨係知道冇8萬蚊你都唔使諗。OK， 條脷頂過去右邊咯，做嘅嘢完全一樣嘅。嗱，我又數唔到噶啦，因為我都頂住咗啊嘛。OK， 嗱，利用自己嘅時間咯，20下，準備1、2、3開始。好啦，我俾多少少時間大家做埋佢。嗱，記住你做呢一個動作咧，可能你隻手會痹嘅。咁尋日咧即係做呢一個動作，我同大家分享下啦。嗰個同學就係好痛，條腰好痛。咁佢做完之後咧，其實咧佢由痛變咗麻痹。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先兆嚟嘅，因為佢痛到行唔到，由痛變咗麻痹。咁佢再做第二個，即係話進階嗰條脷嗰個頂咧，就已經可以做咩咧？佢完全唔記得咗有痛呢一種感覺。嗱，當然喐大幅度喐佢仲有啲痛嘅，得嘛？即係呢個咧係一個喺我哋個腦袋裡面一個訓練嚟嘅，得唔得啊？如果你有任何嘅情況，有任何嘅問題，歡迎咧陣間你留言話翻俾我聽，得嘛？好，繼續揈揈手，摁摁腳。嗱，呢個咧我只會今日同大家做嘅啫，因為都因應個別嘅人嘅情況啦，亦都可以多做嘅，因為呢個係一個腦袋裡面神經系統嘅一個訓練方案嚟嘅。OK， 好，踏，好啦，紮腳，兩隻手擺喺大腿嘅位置，拉直個人量身高，向前咧，翻嚟，向前，翻嚟，3、2、4、2、5、2、6、2、7、2、8、2、9、2、0、2，打開腳，好啦，開佢，1、2、3、4、5、6、7、8、9、0，翻中間再推，1、
2、3、4、5、6、7、8、9、0。好啦，坐直。我哋今日咧會比較簡單一啲嘅。OK， 我哋咧摸清楚我哋個心口先，有個位凹咗嘅，凹咗嗰個位對住你嘅膝頭哥。好啦，今次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將對家嗰隻手咧擺喺對家嘅大腿外側。好啦，心口對住你嘅膝頭哥，向前翻嚟。嗱，我呢隻手咧係虛掂嘅。咩叫虛掂咧？即係話我唔係真係用力，我只係輕輕掂住一個表面啫。不過向前翻嚟，留意下我個頭全程都係高過心臟嘅。3、2、4、2、5、2、6、2、7、2、8、2、9、2、0、2。好啦，呢個時候寒背，兩隻手對抗力，跟住上翻嚟。嗱，呢兩隻手好得意嘅，我哋唔係擺喺側邊喎，一隻同一邊嘅隻手擺喺側邊，向下，手筋用力向下壓落去。呢兩隻手筋嚇，呢個咧就喺兩隻腳之間嗰個位向下壓。咁我哋仍然咧係要坐直個人嘅，得嘛？好啦，呢兩隻手咧個膊頭咧係轉咗過嚟嘅，因為我哋個心口對住隻膝頭哥。好啦，繼續喎。3，嗱，對抗力嘅意思就係手筋用力，兩邊手筋用力推出去，膊上邊嘅背脊向後推，推住。嗱，唔需要耷低個頭噶啦，你只係咧，總之你耳仔一定要高過你嘅上臂，上翻嚟，跟住兩隻手向下推，再做多兩下，推出去，寒背，係啦，少少用力，翻嚟向下推。嗱，今次再做咧，我想大家感受一下啫。當你一陣間再推出去嘅時候，感受下究竟係上邊個背脊嘅左邊定右邊扯得多啲嘅咧？OK， 翻嚟。嗱，你應該感受到啦。如果你同我今日先至去講呢個左右嘅啫。如果我而家轉去右邊咧，我做呢個動作咧，其實我係扯左邊多啲嘅，各位同學得嘛？所以如果你發現咧，你係我哋有左右之分噶嘛，係咪？你凡事咧，你發覺咧左邊痛就做右邊嘅，右邊痛就做左邊嘅，好得意嘅，調翻轉下。好，將個心口轉向，同個膝頭哥一樣，將你嘅手亦都係搭喺大腿嘅外側。嗱，記住我哋只係搭住嘅啫。好啦，傾前咧，翻嚟傾前。我哋嘅目標唔係喐隻手，我哋嘅目標係將個心口對住個膝頭哥。而下面呢一隻手咧係跟個心口走嘅，所以嗰隻手咧係唔會去到膝頭哥嘅位置嘅。咁點解要咁樣擺咧？係因為咧幫大家定位嘅。好啦，嗱，我哋一齊做10下路啦，準備1、2、2、2、3、2、4、2、5、2。Hello 早晨 Ada，Hello 早晨阿 May，Hello 早晨。Tony， 7、2、8、2、9、2、0、2。好啦，嚟到一個位置咧，同頭先一樣咯，推出去，感受多啲，你會發現咧，而家咧係近中間嗰邊。嗱，呢邊叫呢個位叫中間啊嘛，呢個背脊咧係會扯啲嘅，跟住翻手，打開你嘅手指。拱掌，sorry， 打開你啲手指，打開下，呢個手筋向下用力。今次咧，我哋咧啲中指指向邊咧？係指向你膝頭嗰個方向。好啦，上手推出去，做得非常之好啊嚇！跟住翻嚟，吸啖氣向下推。嗱，記住我哋嗰個手掌係打開嘅，手筋用力嘅。OK， 再嚟，我哋做多2次咯。手上推出去，翻嚟向下推，幾好啊嚇！好，我哋做多一下，
手上嗱坐直量身高喎，呢個時候仲係跟住推出去。好啦，感受一下，究竟你邊一邊係扯得多啲嘅？好，翻嚟向下，跟住將10隻手指指向下，劈劈手。好，跟住先至轉過嚟翻中間，得嘛？呢一個好啦。我哋頭先做緊啲乜嘢咧？就係我哋做咗一個旋轉。記住，我哋做咗旋轉咧，再向前後屈身嘅話咧，向前就叫屈啦，向後就叫伸啦。咁如做呢啲嘅動作咧，其實係有危險嘅，得嘛？有危險嘅，所以你喺朝頭早咧唔好去咁盡住。好啦，我哋想做啲咩咧？習慣啦。我首先打側俾大家睇先。呢個咧，我鼓勵大家今日做多少少去練習嘅。嗱，寒背。寒背嘅時候咧，本身我想伸隻手出去㗎，係咪？而家唔伸咯，擺喺大腿兩邊嘅內側，我一樣用力頂住個背脊用力。好啦，我想你感受一下先。嗱，而家咧你係正前方㗎嚇，我都係做緊正前方啊，我只係俾個側面你睇嘅啫。好啦，你感受一下後面呢個位係咪有用力嘅？有就得㗎啦，跟住拉翻直個人。好啦，當你拉直個人咧，你個兩個手踭好得意嘅，刻意嗱，你又要撳住大腿內側喎，你試下刻意夾埋啊，夾埋去邊咧？去你身體左右兩邊，跟住再寒背嘅時候咧，你個背脊要向後面頂。嗱，當然你向後面頂咧，你掂唔到個椅背㗎嚇。如果你有椅背嘅話，好，上翻嚟，未完夾手踭。OK， 嗱，我喺一個位置咧，正面同大家做咯喎，寒背係咪？好啦，背脊向後拉，1、2、3、4、5、6、7、8、9、0。好啦，呢個時候坐翻直個人。嗱，背脊可能你會有啲攰嘅，唔緊要。我哋咧當除咗伸展之外，同時間都可以練力噶嘛。兩個手踭嗱做嘢咯喎，手掌拱掌搭喺大腿內側，係咪？而家大家闊腳，吸啖氣，沉低你個膊頭先，跟住再夾手踭，數出聲，1、2、3、4、5、6、7、8、9、0。好啦，放鬆一下先。嗱，有啲朋友咧，你做咧，阿 Sir， 我哋好明顯係夾背脊啦，頭先係咪？有啲朋友依度都好扯嘅喎，因為我哋依度咧，其實有啲肌肉咧，有啲筋膜咧，係牽動咧去我哋嘅背脊嘅位置嘅，好冇？咁啊，我哋咧做多一次嚇。好，寒背。寒背嘅時候咧，我想你做咩咧？將你個下巴盡量咧拉去咩咧？拉去你個心口。好啦，個背脊向後用力，吸啖氣，上翻嚟，沉低你個膊頭先。嗱，你見我有一個沉低膊頭嘅動作嘅，跟住先至再夾手踭，數出聲，1、2、3、4、5、6、7、8、9、0。哇，揈揈手眼腳，我其實都係啊，出晒汗。OK， 嗱，我哋咧做埋呢一個啦。好啦，兩個中指用力向兩邊拉出去，吸啖氣，沉低你個膊頭。嗱，pat pat 唔喐噶啦，我哋只係打橫。咦，想攞少少嘢，翻中間，想攞少少嘢，翻中間。嗱，同學唔係做一棵樹，你望下我兩隻手，我係平移嘅，係啦，冇錯，平移嘅，平移嘅。我哋咧呢個動作咧，呢個禮拜會做好多噶嚇。OK， 吸氣上，向上再拉一拉，拉長，再吸大啖氣，呼，好，揈揈手，摁摁腳。好嗱，好高興咧，大家咧今日咧係星期一，好有毅力，咁早起身咧，同我一齊去做運動嘅，呢個係好唔簡單㗎嚇。好啦，嗱，我哋今日咧最主要咧
開端咗我哋即係開始啊，我哋一個腰背嘅伸展操係咪？喺我哋今日咧係星期一咧，星期至星期三啦，我哋咧都會慢少少嘅，得嘛？咁我哋希望咧將一啲基礎嘅動作做好咗先，我哋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嚟。而係咧今日咧只會淨係做一次嘅啫，呢個禮拜嚇，就係頭先用一個我哋神經科學嘅方法啦嚇，咁去減輕我哋嘅痛楚一個嘅方法嚇，就係訓練我哋嘅腦袋，訓練我哋嘅神經系統，去將一啲嘅痛去減少嘅，得嘛？好，頭先嗰個咧，今日呢一個手指一個咧，你有啲朋友會話，咦，有冇啲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嘅？咁我呢一度咧補充多少少好嘛？當你咧單眼睇嘅時候咧，究竟呢個距離係幾多咧？記住係你呢一隻眼睛單眼嘅時候仲見到。好啦，當你度啱咗個位置之後咧，你擘開隻眼咧，係兩隻眼一齊望住一點，係望得清楚。嗱，係望得清楚。嗱，記住唔係搖個頭。係要望得清楚，咁有啲咧有個情況就係如果你太開咧，你會有一個疊影嘅，即係有兩個好似鬥雞眼咁咧，有兩個影嘅。我哋拉翻埋少少先，因為有啲朋友咁樣做咧，你有機會會頭暈嘅，得嘛？嗱，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心理學嘅一個方法嚟嘅，呢個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而係如果你真係好痛即係我講係即係你一啲長期嘅好痛嘅痛症咧，你可以透過啱先嘅方法去做一個舒緩嘅，得嘛？希望大家咧即係今日呢一日啦，好有價值嘅對大家嚇，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將頭先個方法記咗去，甚至咧將呢個方法咧係去分享俾一啲有腰痛嘅朋友，好嘛？好，我哋咧今日咧就呢一個方法之後咧，我哋開始做一啲基本嘅熱身啦，基本嘅動作㗎啦。OK， 好，咁當然啦，如果咧你係好想每一日咧朝頭早都同張一龍一齊做運動咧，記得加入 Tommy 張運動年金嘅專頁啦。我哋每一日朝頭早6:55咧，大家就可以入定嚟7點鐘就正式開始㗎啦。而如果你想睇翻之前嘅影片你係可以咧去Facebook 嘅網上老友健體樂嘅群組，咁裡面嘅單元咧就可以睇翻晒咁多集嘅內容，亦都咧可以去 YouTube 嘅頻道咧，可以我哋一個播放嘅清單咧，你可以由第一日播到去今日都得嘅。OK， 咁當然啦，我哋逢星期三下午3:3咧有一龍與你動一動。OK， 嗱，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度啦，聽朝我哋網上老友健體樂，哇，好意頭，128日見啦！我係健體教家張一龍，聽朝見，拜拜。